今次嚟到香港赤鱲角機場，乘搭卡塔爾航空嘅夜機，坐低飲啖啤酒，食個包，睇埋套回到未來，就回到多哈機場。時隔1年，除咗少咗一啲10週年嘅標示之外，多哈機場依然充滿未來科技感、時尚感，同埋藝術感。行埋個機場6周，就準備轉機去德國法蘭克福。相比起舊年要用3個鐘先至過到羅馬嘅海關，我哋只係用咗大約30分鐘就過咗德國法蘭克福嘅海關同埋攞埋行李。準備出發去今日第一個景點，而我哋坐嘅旅遊巴係 Benz 嚟㗎。講返呢個團，我哋會有3日嘅時間遊覽德國、奧地利同意大利。另外嗰3日會去瑞士，最後嗰3日就去法國。話說德國嘅公路係冇限速嘅，所以間唔中會見到跑車。一架林寶堅尼就喺我哋身邊擦身而過。嚟到今日第一個景點，德國羅滕堡。羅滕堡幸運地避開咗2次世界大戰，係德國中世紀風情保存最完整嘅小鎮。穿梭城區5顏6色嘅建築，漫步石板鋪設嘅小徑真係一樂也。前面有一架裝飾精美嘅復古車，旁邊就係聖誕博物館。就算唔去博物館，都可以去商店參觀。德國呢啲歐洲國家有幾重視聖誕節，呢度可以見識一下。呢間商店只係賣一樣嘢，獨沽一味聖誕飾物。如果喺香港開返間類似嘅商店，淨係賣新年飾物，又有冇得諗呢？講返間鋪頭，裏面聖誕飾物嘅種類真係超乎我嘅想象，同埋啲貨品唔係敷衍你，樣樣都好精美，摸上手仲好有質感。呢度仲擺咗棵2層樓高，着晒燈同會轉嘅聖誕樹。嗱嗱臨行埋間鋪頭，就去其他地方參觀。之後嚟到一間泰迪熊專門店，呢度係熊，嗰度係熊，全部都係泰迪熊。有毛公仔，有書，有明信片，仲有 T 恤。行完泰迪熊專門店，就嚟到市政廳廣場。佢記載咗羅滕堡嘅歷史故事。話說當年羅滕堡打敗仗，差唔多要燒城嘅時候，打勝仗嗰方就開出條件，只要有人能夠一口氣飲晒3公升嘅葡萄酒，就放過羅滕堡。結果當年嘅市長真係做得到，為咗紀念佢，就起咗呢座木偶鐘樓。喺指定時間嘅正點，市長就會出嚟乾杯報時。講咗咁耐，點解市長仲未出嚟嘅？睇真啲，原來市長已經喺窗裏面飲緊酒。唔怪之得呢個報時冇乜人睇啦。前面就係聖雅各教堂。
入去參觀要俾3歐羅，橫掂都唔夠時間，喺門口睇下算啦。話晒都係中世紀嘅小鎮，唔多唔少總有啲城牆圍住嘅。趁仲有少少時間，走上去睇下先。午飯喺附近嘅一間餐廳。嚟到德國，梗係要試下德國豬手啦。大大隻豬手，最後都食唔晒，不過啲酸菜都幾好食，配埋啤酒，最高。最後買咗個羅騰堡嘅名物 Snowball， 雲呢拿味，口感有啲似唔係咁脆嘅脆麻花。羅騰堡不愧為德國保存得最好嘅中世紀城鎮，好童話得嚟又好夢幻。離開一個夢幻般嘅童話世界，出發前往一個真正嘅童話世界——新天鵝堡。呢個係舊天鵝堡，同佢遙遙相對嘅係新天鵝堡。睇唔清楚，放大啲睇咪得咯。話就話嚟睇新天鵝堡，我覺得個重點係睇停車場附近嘅建築物同埋阿爾卑斯湖。呢架就係陪伴我哋9日嘅旅遊巴。阿爾卑斯湖喺陰天之下都呈現咗唔同嘅湖水顏色。今日見唔到天鵝，淨係見到啲鴨仔喺草地上行走，同埋喺湖上暢泳。如果好天，呢度應該可以見到阿爾卑斯山脈。喺呢度逗留咗大約1個鐘，就搭車前往位於肯普田嘅酒店。唔通個天都中意我哋，開車先嚟落雨。酒店簡約得嚟又有少少氣派。喺歐洲嚟講，個 lift 都算大啦。間房都好大下喎，仲有露台添。德國早晨，天色麻麻。早餐都係一啲唔使點煮嘅嘢。講返呢個團嘅行程，話就話11日，減返搭飛機嘅時間得嗰9日。9日去5個國家咪好趕，全部都走馬看花。冇錯。真係走馬看花，不過香港人就係鍾意用最少嘅時間睇最多嘅嘢，所以呢啲旅行團仲可以存在。簡簡單單食完個早餐，就去咗出面吸下德國嘅空氣。睇返資料，呢間唔係戲院，而係夜總會。離開德國，南下意大利，會途經奧地利嘅恩斯布魯克遊覽一下。恩斯布魯克有一個著名嘅地標，就係黃金屋頂。喺15世紀嘅時候，神聖嘅羅馬帝國皇帝就用咗2000幾塊鍍金銅瓦做咗呢個黃金屋頂，用嚟觀賞下面廣場嘅比賽。
之後我哋去咗施華洛世奇水晶專門店，喺買嘢之餘，順便去個免費廁所。你知啦，係歐洲去廁所要俾錢㗎，真係慳得1歐得1歐。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本身係德語，意思係因河上面嘅橋。因河係發源於瑞士阿爾卑斯山嘅一條河流，流經因斯布魯克，最後會匯入多瑙河。呢條可能就係嗰條橋，而下面嗰條河一定係因河。遠處高咗出嚟嗰座係因斯布魯克嘅鐘樓，鐘樓上面仲有啲遊客喺度觀賞風景。過咗呢條大馬路，就係瑪利亞特雷西亞大街。奧地利嘅維也納係音樂之都，呢度應該都唔會差得去邊。繼續旅程，向意大利進發。原本以為喺因斯布魯克午餐，可能領隊經我哋未係太習慣係歐洲點餐，就車咗我哋去服務站食晏。呢餐係自費，服務站選擇唔多，叫咗薯條雜菜同埋薄餅，味道麻麻地。究竟係架旅遊巴快定係架火車慢呢？沿路都有好多葡萄園，唔怪之得呢度啲葡萄酒咁平啦。到咗西米歐尼，佢係位於意大利北部嘅一個湖邊小鎮。喺13世紀中期，意大利北部嘅斯卡拉家族就睇中咗呢度嘅湖區風光，喺湖畔建造咗一座城堡。斯卡拉家族係同佛羅倫斯嘅梅迪奇家族、米蘭嘅維斯孔蒂家族齊名，情況就好似上個世紀香港嘅4大家族咁巴閉。景點嘅嘢，只要你話佢係，佢就係。各位，請錫錫吧。加達湖，坐落於阿爾卑斯山南面，係意大利面積最大嘅湖泊。喺上一次冰河時期結束嗰陣，因為冰河融化而形成。跟住就喺小鎮古城區周圍行下。原本以為呢度會係一個寧靜，冇乜人嘅地方。點知原來超多觀光客，除咗我哋呢團係亞洲人嘅面孔，幾乎全部都係西方人。小鎮嘅面積唔係好大，有餐廳，有賣紀念品嘅商店，又有酒店。不過最多都係賣雪糕嘅地方。難得嚟到，梗係叫杯試下。呢杯都唔平，3種味道，要10歐。正所謂少食多滋味，多食就唔係幾好味。太大杯啦，要一路行，一路食。又行到海邊，海邊嘅景色真係好靚。咁就行咗個幾鐘，差唔多時候返酒店。
今晚入住嘅酒店喺威尼斯附近，間房細到開唔到篋。咁得意嘅，呢架電視機貼近天花板。唔好理咁多，食咗飯先算。開餐啦，飲杯啤酒先。茄汁海鮮意粉，啲蝦唔係咁新鮮。沙律、煎魚同薯蓉，味道一般。呢個提拉米蘇係全場最佳。開唔到個篋，真係搞唔掂。於是換房，呢間終於開到個篋啦。架電視嘅位置都正常返，可以安心瞓覺啦。睇緊片嘅你哋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啊，多謝晒！意大利早晨，陽光普照。簡單嘅早餐，炒蛋同腸仔。自製多士。醒神咖啡梗係唔少得啦。做乜食完早餐就同團友一齊晨跑？我唔係跟蹤狂，只不過我哋有同一個目的地，超市。咁大間超市本來行1個鐘都應該行唔晒，但我哋用咗10分鐘就買咗我哋嘅戰利品，幾盒餅乾做手信。嗱嗱臨行返酒店，準備出發去下一個景點，威尼斯。首先坐車去到碼頭，然後搭船去威尼斯本島。隻船有2層，梗係坐上層，睇下風景吹吹風。隻船慢慢咁駛離碼頭，開始喺潟湖上面緩緩前進。睇住啲浪花，感覺好治愈。見到聖馬可廣場上面嘅鐘樓，應該差唔多到啦。威尼斯共和國係中世紀同文藝復興時期嘅主要金融同埋海運中心，銀行、會計同保險業都喺呢度茁壯成長，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國際金融中心。威尼斯從15世紀開始沒落，但係佢冇成為金融遺址，而係變成咗一個家傳戶曉、人所共知，每年吸引超過3000萬名遊客嘅水都。嚟到連接住總督宮同埋監獄嘅嘆息橋，行咗10幾分鐘，嚟到聖馬可廣場，之後就繼續用雙腳去探索威尼斯。
cosas en muerte. No. 跟住去咗附近嘅餐廳午餐。呢餐有沙律、墨魚汁麵，鹹鹹地，幾得意。炸海鮮，有墨魚、蝦同埋魚仔。食飽就行返去碼頭，搭船離開威尼斯本島。離開藍藍的天，綠綠的湖，仿如一幅風景畫嘅威尼斯。上返旅遊巴，向米蘭出發。行去米蘭大教堂途中，沿路有好多架警車泊咗喺度。呢度又有幾架，唔知有咩大件事發生呢？大教堂都好似唔俾人入去。前面仲圍晒鐵馬。冇得去大教堂，全部人都去晒隔離嘅艾曼紐拱廊。冇錢買包包，喺度行下就算。話時話，呢度真係好靚，唔怪之得可以吸引到咁多遊客。呢個玻璃天幕都保養得好好，又冇生鏽，又可以望到藍天白雲。之後係附近周圍行下。達文西雕像，4隻角分別係佢4個徒弟。佢望住嘅係佢情有獨鍾嘅 Marco。斯卡拉劇院，外表平平無奇，係歐洲3大劇院之一。歐洲好多地方都有呢啲輕軌，淨係聽把聲都知你咩料啦。去到由100年歷史郵局改建嘅星巴克，要排隊入去。呢度嘅全名叫星巴克遵選米蘭烘焙工房，被譽為世界最美星巴克。除咗咖啡，呢度仲有薄餅、各式咖啡豆同埋紀念品。呢班排緊隊嘅係等緊買麵包，佢係米蘭著名麵包坊 Princi 整嘅麵包。2樓仲有酒吧，不過冇上去睇。附近仲有間優衣庫，順便入埋去睇。都好大間下。不過睇返啲價錢，貴過香港少少。差唔多時間要返去大教堂附近集合。呢度有好多人，仲搖旗吶喊。聽講原來有一啲慶祝活動，
所以之前有咁多警察喺度。大教堂裝修期間都不忘揾錢，大個 Dior 廣告牌掛咗喺度。酒店喺機場附近，都算整潔乾淨。酒店大堂有張吧台，好多西人喺度飲緊酒。我哋就喺隔離食晚餐，有千層闊麵、薯角雞胸肉，啲雞好鞋。又係提拉米蘇，意大利名物啩。酒店嘅共用空間其實好靚，3、5知己喺度吹下水都係一件樂事。下一站我哋會去到瑞士嘅琉森。喺阿爾卑斯山下聽下瑞士傳統嘅樂器，仲會住喺瑞士嘅山區酒店。最後會去埋瑞士嘅首都伯恩。